測量血含氧量。以下我哋會講解一下點樣使用呢個血含氧量機。首先要喺光線充足嘅環境之下進行，需要準備一部血氧機同埋一張記錄表。開始之前需要同個案解釋返成個程序，等個案可以了解返成個過程，得以配合。測量前留意返個案嘅手腳有冇冰冷，如果有嘅話，可以用手搓暖返個案嘅手再測量。開始前先洗手，然後我哋會揀返一隻手指去做測量血含氧量。我哋會避免揀有灰甲同埋畸形嘅手指。當開啟血含氧量機之後，我哋會用血含氧量機夾喺個案嘅手指上面。夾咗一陣之後，屏幕上會有兩個數字嘅，一個數字係血含氧量，而另一個數字就係顯示返案主個脈搏。當數字穩定之後，咁我哋就可以記錄返個讀數啦。要留意，如果案主有需要聞氧氣嘅話，就需要記錄低佢聞緊幾多 lit， 並寫上記錄測量嘅時間同埋簽署。完成後可以消毒返血氧機並洗手清潔。如果發現個案有呼吸困難、心跳過快，或者係測量嘅數字低過95嘅話，咁我哋就要即時同護士報告返。